受伤比顶一摆较严重，走袂去啊啦！那么你这戆查孙害，为着你小安你起拳，吼，害下主来遮，害我互拍一个落花流水，我哎呦！苦的野鬼，今仔我做你袂当放恁煞，我若无将恁抓来关在旅行塔，恁一定要出来作怪。哎呀，切嘛啦！你着大发自卑，你盲参像白小段内面迄白莲娘安尼拍落旅行塔，我永远都无法度记着我的老公啊！就是安尼讲嘛，阮小姐若阵是内底白娘娘，我就是内面的小青了。啊，若安尼讲起来，我毋着可惜。哎呦，爷爷，你若先可惜，你先生先啦。啊，无你安尼吊台乌白豆，人迄白娘娘、迄白车段的故事是伫咱这站的后壁段才对啦。哎呦，爷爷，你真就是唔捌，即摆为着要互伊可怜咱呐，所以搬头前搬后壁拢共款啦。好，爹咪，今仔我做你袂当放恁走。哈？看我报去啊！花溜情。啊？贵荣。哈，贵荣。哎呦！哎呦，贵荣，啊，交唔这呢？啊，怎么这粒是你借我？我拄三这粒要出来甲人拼，你随甲收去，害我去互拍一个喊破功。我袂记，这我是甲地藏王借的。你若甲拍歹去，我当然是要安怎甲交代。啊，好，莫叨啰嗦，让赶紧速出酒吧。哎呀！贵荣啊，你有听到啊无？这算是你的管区的呢，阮拢你管的呢。你看伊那共管惨的，安尼甲对。都是安尼讲嘛，贵王啊！伊若假点要你的面头前甲阮掠去吼，安尼吼，你这个贵王吼，都面子真扫落地啊啦！因两个讲了无毋对，贵王啊，你爱知哦。伊即摆若等你的面头前杀阮两个去，伊就是甲你当做输啦啦，无甲你看在眼内啦。对啦对啦，师傅啊，等嘛互我一下面子咧，将因放。掠鬼是为民除害，也是我金仙禅师的责任，我人随便放恁走。毋是啊，你爱知影呢，咱这凡间的人有分好人甲歹人，阮这阴间鬼嘛有分好鬼甲歹鬼，而且吼，阮即摆会出来外口做这个代志，嘛是拢为着要帮助人的啊。啊？帮助人？你讲你是要帮助人？嘿，对啊！大叔，我甲你讲吼，就是迄个苏玉龙啦，什么柯师爷啦，搁吴总管啦，因用计要来害迄个洪明因兄弟啊，阮甲阮爷爷就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啊。是苏玉龙，柯师爷因陷害洪明因，奇怪，我哪拢唔知影。哎呦，你就是戆戆啦，推饭桶含慢，才会唔知影啦。也毋是哦，无你阴暗去迄苏玉龙因兜，甲叫迄个柯师爷甲吴总管。怎啊甲伊骗来去迄哦做方面啊因遐，我才出面来证明互你看，你就知。好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我答应你。咱即摆受伤呢。哎呦！快来！精彩！吴总管，你看这两个臭小囝，有想无我宝走出来妖鬼无？师爷，喂，讲因妖鬼哦，是啊，佫足好听哦。你甲看因迄形，你看，你就是敢若迄个妖狗哦，你看到骨头你咬袂着安尼形啊。对。你这才说啦吼，够卑鄙的啦！迄物件煮甲芳口讲，若有要互食，你着芳口好啦，莫直直搭要啥呢，害我嘴来流鼻头壳的啦。就是呢，这叫做看好食无简单嘅，迄偌艰苦，你知无？你有想要食无？有啊。若要食真简单，将恁三个鬼朋友带伫什么所在，甲阮讲，物件即时互恁食。对，唔莫用这个手段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大丈夫男子汉，为着要保护我未来娘囝的性命，我甲你讲，我要求我就无可能讲啦。啊？这是毋讲好。你若真是毋讲本事啊，看恁两个踮遮话我怎啊咬死！啊，大的，你有听无？虽然讲要互咱两个活活咬死咧，大汉我看吼，娘囝是你的，毋是我的；迄三朋友嘛你的，毋是我的吼。过去我真正我认的啦吼。爹咪，我是毋是恁大？对啊。是啊。
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的代志一定是你的代志。我若讲唔照，你就袂当照。好，甲遮来人讲跑好掠贼一兄弟，坚持到底，唔照。啊，哦，恁真是唔照，安尼好，我恁两个兄弟会当挡偌久？阿弥陀佛。大叔啊，大叔啊，你去调查了安怎？根据我几啊天的观察，迄三个鬼甲因长界祖先是好朋友，即马结婚成党伫因长界，连我嘛无法度通接近伊。啥？安尼这即马要安怎做？这你放心，我这有几道令，只要你若搭在因长界客厅，我就我通掠着遐个鬼。少爷，这款艰苦的代志哦，这互我来办就好。你小等，上好是参考试爷同齐去。我这。因为考试爷伊的八字较重，所以煞去底较会调。这考试爷，我看你去好啦，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性命甲我的性命咧。这包你走一撮啦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既然都安尼讲啊，无我就到吴总管来一个啦。乖啊，含咱祖先也有代志咧。丢甲祖先啊，你着较保重咧。奇怪，内面拢无摆啦，门阁无锁。我知，伊爱困入去困袂记的关，这好机会。上我来，紧来。哎呦，迄门无人关呐，自动较无啦。紧的啦，开啦，打袂开啦！拍袂开，咱免大下家，拄后尾门啊栓啦。你是啥人？我是鬼。鬼！我就是咱这个张家因祖先。我问你是安尼要陷害阮干仔孙，因干仔干孙？冤枉！我无，唔是我。讲话我讲咧，你要免得害我无啦，唔是我啦，迄是吴总管。你莫别讲，我莫别记啊！唔是我啦，其实若是阮少爷，苏玉龙害啦。对，免多小体。我问恁咧，也无是安怎，哪个国家的酷人会走来阮干仔孙因干仔干孙的面前卡？我老实讲啦吼，我若讲出来吼，你就莫了，你放阮走好啦。当然，老实讲，绝对放你走啊！真是咧吼，那我就老实讲，其实咧酷文哦，就是哦，迄考试呀，你管个哦，从遐管个来讲，摕来才去个啦。我拢啦，我无人，唔是我啦。事实就是咧，苏公主哦，摕点仔钱甲摕落，叫我车来扛起啦。我无啦。苏公主是当时你是做头，赶快有分。我认罪啊，莫甲我掠啦！我莫甲我掠啦！你认罪啊吼，恁拢有讲出来，代理呐，恁拢有听到，因做。我有听到，来啊，从今两个甲我掠啊！